由2026年1月21日起，租用人以先到先得方式預訂7日內嘅室內籃球同排球設施時，必須填寫另外2名同行使用者嘅資料。揀設施，撳搜索欄，撳右上角嘅掣。瀏覽設施，可以揀收費或不收費嘅設施。揀設施類型，籃球。揀地區或分區。揀地區。撳更新。揀日期。撳搜尋。可以揀早上、下午或者晚間嘅段節。揀場館可預訂嘅段節。揀段節。撳繼續。揀係咪需要預訂其他設施，如果無需要，撳否。撳添加團隊成員。喺朋友列表中揀同行使用者，然後撳繼續。你可以繼續添加同行使用者。亦可以刪除並重新選擇同行使用者。完成添加後，撳確認。閱讀並同意聲明。撳確認並同意。揀付款方式。撳確認付款。預訂已確認。